为向民众宣导防治家庭暴力的观念，红报嘉年华活动透过生活议题闯关加游戏，互来参与的亲子拢会当清楚。尤其近年来，受害者已经不只是女性，所以市府小局特别每一档6月防治月加强宣导，也吸引超过300位社区民众共同响应。现场并透过流沙化的设计，向前汇集众人要来反暴力。请启动。透过这个灌溉的方式呢，象征城市愿景，刻画出色彩人生。有没有看到色彩不断的浮现？这里面写的是113一起防暴。会中副市长赵清惠嘛代表市长吴伟铁颁发全市36个红报社区的奖牌，以及37个社区红报宣讲书的证书，肯定社区人员守护街头巷尾的辛劳，希望用社区的组织来做到初级预防的工作。当然，一旦发现有任何家庭暴力，都会当卡113保护专线。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们，如果你发现社区中有家暴事件，可以打11324小时保护专线，紧急情况更可以拨打110，共同响应防暴我加1，达到减暴、止暴、零暴的目标。社局指出，对105年开始栽培在地社区甲邻里用组织来主动关心，为中社区嘛用舞蹈号召更较侪幼稚共同来导入防暴的阵容，一步一步扩大社区防暴的据点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